你好。係你好。我想採訪你3條問題嘅。好啊。第一條咧就係、你認為喺香港嘅老人家面對最大問題係乜嘢咧？係冇人照顧咯，自己一個人住。即係獨居老人啦。係啦。咁假如聽到呢個知道呢個問題之後，咁你會想點樣去幫佢咧？點幫佢啊？咁可能要政府做多啲嘢啦，呢方面就。即係你認為政府應該要幫佢。係啦。咁請問你認為點解要政府要去幫佢哋咧？咁佢獨居㗎嘛，自己一個人住，咁冇親人，咁啊梗係靠政府㗎啦。咁最後一個問題就係想問一下，你認為政府應該點樣去幫佢哋咧？點樣幫佢啊？喺財政方面啦，同埋揾啲義工去照顧佢哋嗰啲咯。即係詳細啲，即係派3個金，同埋揾義工去照顧佢哋啊！係啦。唔該晒你意見啊！唔好客氣。